在地人在地种，来看云林西里有一个农民廖国胜，伊所种的卜仔真大粒，一粒差不多是20大斤重，比市面上的卜仔是大5-6倍。厝边隔壁大家拢感觉真神奇。 真大粒的西瓜有啥物稀奇？斟酌个看，伊毋是西瓜，是卜仔。西里镇有一个农民廖国胜，伫咧因家的菜园边种卜仔，所想到这卜仔是愈种愈大粒，厝里的人无法度食遮尔济，就分享互厝边头尾。卜仔味啊，着甜好食好食。廖国胜种卜仔愈种愈有兴趣，本地是要种互家己厝里的人吃，想到最近收成，却发现这卜仔是一粒比一粒更大片，甚至佫想办法甲因吐掉咧，才会混落来。要大个人食，要厝边仔食安尼尔，啊，毋知变安尼大粒安尼。种出遮尔大粒的卜仔，互廖国胜厝里的人拢伫咧面前思考，这卜仔料理会当做几种？毛大家是讨论甲嘴笑目笑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